總價40零萬咧，可以喺市區買一個3房啊！你睇下，全部已經起好曬㗎啦，全部都係現樓啊！今日買，聽日就可以住㗎啦。咁啊，小區環境咧都係非常好嘅，園林嘅綠化同埋泳池已經全部起好曬㗎啦。咁啊，呢度咧樓下咧仲有地鐵站，連接廣州18號線嘅。咁啊，1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去到廣州嘅城區啦。咁呢度咧仲有10分鐘就可以去到高鐵站啦，1個站就到深圳啦，2個站就到香港西九龍啊，非常方便嘅。咁啊，仲有呢度樓下咧仲有巴士，香港嘅直通巴士啊，翻到香港、太子、荃灣，度度都有車到嘅。而且呢度咧樓盤樓下嘅街鋪全部開齊晒㗎啦，買嘢都係非常方便，而且隔離樓盤附近全部都係公園啊，濱江公園啊，各方面全部都有，散步啊非常好嘅。而且呢度咧總價咧30零萬就可以買到一個3房啦，大裝修40零萬就搞掂啦。咁啊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留言3個6啊，攞詳細資料翻去望一望啦。